联社周四引述多名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说，中国政府对一些东突厥散穆斯林采取了强制堕胎和酷刑折磨。报道提到，一位维吾尔女性告诉美联社，她在怀孕6个半月时被强制堕胎。一位前医生描述了东突厥散极为苛刻的生育控制政策。一位曾被关押的维吾尔男性声称，他此前从早到晚都会被中国士兵酷刑折磨。报道说，这些维吾尔人将在今天开庭的英国维吾尔独立法庭上作证。这个人民法庭是在去年成立，旨在调查中国是否在东突厥散犯下了种族灭绝。其中4个孩子的母亲肉孜说，政府2007年围捕了包括她在内的多名孕妇，并强制剁掉了她的第5胎。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一家村医院工作的妇产科医生加夫尔说，他曾挨家挨户检查是否有人怀孕，如果有人超生，当局就会拆掉这家人的房子。曾在2010年被关押和折磨的特维库说，因为他的一个兄弟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的宗教图书等原因而被通缉，当局对他进行了审问和殴打。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修订一份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实体清单。美国总统拜登扩大了禁止美国人投资据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企业的禁令，将更多公司列入黑名单。拜登周四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使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显示出拜登政府如何继续执行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一些对华强硬政策。拜登政府表示，此举扩大了特朗普时期出台的一项有法律缺陷的行政令涵盖的范围。拜登称，此外，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使用中国的监视技术，以及开发或使用中国监视技术为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便利，构成了不同寻常和特别的威胁。该行政令称，对于目前在清单中的企业，该禁令将于8月2日生效。中国政府指出，一些外国品牌的童装等儿童用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其中涉及部分此前曾卷入东突厥散棉花争议的品牌。中国海关总署在6月初进行通报，公布了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期间查发的质量安全不合格的进口儿童用品，其中涉及儿童服装、儿童玩具、儿童牙刷、童鞋及奶嘴奶瓶等5类81批次产品。通报给出了相关浮表，共涉及16个品牌。今年3月，瑞典品牌 H&M 因为一则针对东突厥散棉花的旧声明，在中国受到了猛烈抨击。此后，舆论持续发酵 ，Zara、耐克、阿迪达斯、包宝莉等一系列国际品牌卷入了争议。中国掀起针对这些品牌的抵制运动，数十名中港台艺人宣布终止与这些品牌的合作。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日晚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阿塞拜疆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视阿方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意从阿方进口更优质特色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兴业，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双方要深化国际运输和物流合作，促进亚欧运输走廊建设，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年华诞，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阿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奇夫的数千封私人邮件揭示了新冠疫情开始时的担忧和困扰。华盛顿邮报和 BuzzFeed 通过美国资讯自由法获得了超过300页的电子邮件，邮件时间从2020年1月到6月。
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福奇和同事们在早期就注意到了一种说法，即新冠病毒可能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去年，专家们否认了这一有争议的说法，称其极不可能。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近日在国际社会对病毒来源调查无结论而饱受批评，以及新报告显示该病毒正式被确认，几周前该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相关报告，这一说法再次引发了讨论。